music, music taxi, Haga taxi。从学校房出发嘞！咪咪，大家好，我是罗文一。大家好，我是罗文玉。我们今天的唱客小黄呢，我就是特别来宾，我也是主持人。我特别设计了一个我的朋友，设计的朋友叫罗小白，罗小白。那他是一个俏皮鼓后。今天呢，我故意骗他说，我来练团，我来练一条歌诶。所以他查试过了，加比教他讲的这一句话呢，叫做。吃饱了冇？你吃饱了吗？今天偷一条歌个 TP 很多呛共哈发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马上出发，要去接罗小白，出发嘞！喂，小白啊，你到了吗？我到了。OK， 好。在电话亭里面。电话亭那边对不对？那我们也快到了。OK， 好，拜拜。好。我看到他了，他不晓得我这车。他应该以为我是自己开我自己的车。好，罗小白。今日嘉顺很初上，我哋咧创客小王同我哋讲唔可以来 V， 我哋就要有专门的歌手现场创一条好听的客家歌本堂哦。最面我对下茶时间爱学一句客家话，礼拜嘅茶啤酒完全免费。下咧我哋出嚟看看 live 朋友可以操作我哋咧创客小王。哇，真的是女神驾到，有没有？马上就飘起一阵雨老西趴。对啊，我们车子是小黄，你是小白呢。你只要在街上看到他打鼓，基本上呢，警察都会讲开罚单。为什么？因为水泄不通啊，然后就挤到大家。有没有？今天的这个节目呢，我们很特别，我要从这个地方带去练团式的路上，我们都会有一首歌要唱给你听。真的？对，那今天就是 Win 哥唱客家歌给你听，就是我们今天要练团的这一首歌。然后最后面我要教一句客家话给你听，好不好？你也要学起来，好，不然你要自己要付钱，油钱都要自己付。教你讲出发了，先讲出发三个字，叫出发嘞。出发嘞！1、2、3，冲下小王，出发嘞！那小白，你对这个客家的印象啊，你印象当中有什么样是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很难忘的？对不对？很难忘，就是我以前读舞蹈啊，然后我们都会跳很多民族的舞蹈，我们有跳过客家的。你跳过客家歌曲的舞蹈啊？你，是不是？印象中是很俏皮，因为我们拿那个木屐，然后敲。我们的武器。当然，不好意思差点敲到你。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首歌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我妈妈他们那个年代，你知道在学校讲客家话，因为那时候不能讲方言学校，所以呢，你被抓到讲方言，你就要被别上一个牌子，写说请说国语。然后所以你被抓到，那你就要再去抓下一个人。听到有人在讲客家话，你要把他抓起来，把牌子交给他。所以呢，就有一点这种人小偷被抓的感觉，我就觉得就把它形容成为007的一种情节，所以我就写了这一首歌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1、2、3、go。爱谈讲头摆嘅时间，讲客话话本同学鸟，生风话挂嘅牌嘅下，请说国语。也曲情那唱人情，鸟都唔爱鸟海味，到处地走来走去，真深情。多了我爱来教你学法，打着鼓基本的门好一，请说可以。爱教你讲你好漂亮，谁们安讲感想一声梦呓。有空来玩，有闲来了，吃饱了吗？吃饱的么？最好大家共下来好，最好大家共下来好，最好大家来好客家话。哒哒哒哒，怎么样？帅不帅？这歌帅。哇，有一种我要当特务的感觉。对，特务对不对？好不好？那你要给我背对一下。
有不错哦。今天呢，我们已经到这个定点了。那我想呢，下车之前一定要让你带走一句客家话。当然，你看，我们是用这个客家小炒，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插画家。吃饱为某，就说你吃饱了吗？对，这非常生活化。好，那你看他的，我先不教你，看你能不能拼得出来，来照着念。吃饱梦。吃饱梦。吃饱梦，就像我讲，吃饱梦。来，到底是你吃饱了吗？怎么讲客家话？我们听罗小白来示范。吃饱梦。OK， 通过。哦耶！可以赚得这一份车资。那很开心的能够透过唱客小黄这样的节目，让更多人了解客家的文化，还有我们客家的音乐。今天谢谢罗小白罗小胖来到节目当中，希望大家我的哈意思，我的冲客小黄冲客吉祥啥啦，然后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参与，然后知道我们的学客家话是很有趣、很潮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下车。下车。拿了没？